大家好，我係杜文寶。今日係2025年嘅5月2號啊，話咁快又嚟到5月份啦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下香港中小銀行人民幣、港幣、美金嗰個定期存款嘅利息比較。我哋先睇一睇第一間大眾銀行香港啊，大家見到最後更新時間係2025年嘅5月2號朝早啊。我哋先睇睇港幣啊，低過10萬蚊樓下咧，3個月就有3.1厘，6個月3.1厘，12個月2.9厘。咁啊，而家減息趨勢之下咧，港幣仍然 keep 到3字頭啊，我覺得都算 OK 㗎啦啊。跟住我哋再睇一睇美金啊，同樣就係5月2號更新嘅。美金咧就係3個月有3.8厘，6個月3.7厘，12個月咧就係3.5厘。嗱，如果係我咧，就美金明顯就多0.8厘嘅利息，咁梗係將嗰個港幣換翻做美金啦。話掂港幣同埋美金都係掛鈎噶嘛。如果你想用港幣，咪到時換翻港幣咯。跟住我哋睇一睇個人民幣啦，咁啊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有1厘啊，6個月1.2厘，12個月1.3厘。咁啊而家人民幣貶值都好緊要啊，即係差唔多咧就係1比1㗎啦啊！嗱，如果大家第一次嚟到我個頻道咧，我除咗 YouTube 之外，仲有呢個 Patreon 啊。咁我最新發表咗一篇文章咧，就係我2025年嘅4月份嘅資產組合啦、交易啦同埋持倉。同埋呢個交易心得嘅大公開啊，咁啊包括咗呢個利息啊、股息啊，咁我買賣嘅呢個美國國債啊、公司債券啊、股票啊等等啊，極具參考價值嘅。咁我係唯一展示自己真實交易帳單嘅投資理財 YouTuber 啊。咁另外咧，高級會員可以獨享我 First Trade 嘅交易、股息同埋持倉嘅資訊啊，極具參考價值啊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訂閱我嘅 Patreon 啊，咁啊睇翻呢個有價值嘅資訊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招商永隆啦啊，咁啊招商永隆咧就大家見到嗰個定期存款嘅更新時間，同樣係2025年嘅5月1號啊。港幣1萬蚊至到499999蚊咧，3個月分行做1.8厘。手機做3.05厘，6個月一樣嘅啊，1.8厘，手機做咧3.05厘。咁12個月咧就係分行做1.8厘啊，手機做咧就低少少3厘嘅啫。咁佢有個24個月嘅，我哋睇埋啦，分行做1.8厘，手機做咧就2.5厘嘅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嘅美金啦，咁啊美金同樣更新時間咧5月1號啊。美金嘅1000蚊至到49,999蚊，分行3個月呢個嘅分行做2.2厘啊，手機做3.8厘，6個月分行做2厘，手機做3.65厘，12個月分行做2厘，手機做3.4厘，24個月分行做2厘，手機做3.3厘嘅。跟住我哋睇下人民幣啦，1萬蚊至到99,999蚊，3個月分行做，哇得個0.7厘啊！招商永隆呢個比較低啲啊，分行做。咁啊手機做咧就還可以啊，即係高過頭先大眾香港好啲，1.15厘。6個月分行做0.9厘，手機做1.3厘，12個月分行做0.9厘，手機做咧1.15厘，24個月分行做0.9厘，手機做咧就係1.15厘。跟住我哋睇一睇個第三間呢個嘅創興啦，咁啊創興大家見到嗰個更新時間2025年嘅5月2號，咁你一定要睇翻個雲利率嗰邊，港幣5000蚊至到49,999蚊啊，3個月咧就有3.2厘，6個月2.4厘啊，6個月低好多啊，爭差唔多1厘左右啊，12個月得個1.75厘。咁啊美金咧就係3個月咧就係3.75厘啊，6個月3.25厘，咁啊12個月得個2.9厘。人民幣啦，3個月咧得個1厘，6個月1.2厘，12個月都係1.2厘嘅。跟住我哋睇睇個上海商業銀行啦，
咁啊，大家見到咧，上海商業銀行有個新資金嘅優惠啊，即係由2025年4月16號起咧，咁啊以全新資金或者兌換資金咧就有呢個優惠啊。咁啊美金咧就係3個月3.8厘咧，都算 OK 喎，6個月3.65厘，12個月3.25厘。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1.4厘啊，呢個係呢4間之中最高嘅一間啊，6個月1.4厘，12個月1.25厘嘅。咁就跟住咧，如果舊資金嘅話咧，網上做或者流動銀行做咧，港幣3個月3.03厘，6個月2.83厘，12個月2.38厘，美金咧3個月3.63厘，6個月3.48厘，12個月2.93厘，人民幣咧3個月1.08厘，6個月1.08厘，12個月係0.93厘嘅。跟住我哋睇一睇中信銀行國際，即係喺網上版嘅 InMotion 啊，咁就由即日起去到2025年嘅5月23號，5月30號咧，咁啊大富翁呢個存款啊，咁就有呢個優惠嘅利息啊。咁啊港幣咧就如果去到6月30號啊有2.08厘啦，跟住7月1號至31號有3.28厘。8月1號至到31號咧有4.68厘，咁即係平均大概3.45厘左右啦。啊美金咧就係去到6月30號有2.88厘，去到7月31號3.68厘，去到8月31號有5.08厘嚇。咁啊即係平均就大概3.4厘左右啊。咁人民幣咧去到6月3號、10號0.28厘，7月31號咧0.58厘，8月31號咧1.88厘，即係呢個有啲似馬拉松嗰個存款啊。咁登記期咧就係5月1號去到5月30號嘅夜晚10點鐘啊。咁佢嗰個資金嘅要求咧，就港幣啊最少就係1萬蚊啊，美金咧最少2000蚊，人民幣咧就最少1萬蚊啊，咁啊都 OK 啦呢個利息啊。跟住我哋睇一睇個富邦啦，咁富邦咧就係由呢個4月30號開始公布咗呢個優惠利率啊，港幣啊咁就係1萬蚊至到5萬蚊樓下咧，3個月1.05厘啊，6個月0.95厘，12個月0.8厘啊，比較低啲啊，即係富邦不嬲都比較低啲啊，即係大額存款先至高啲，50萬以上咧，3個月3.35厘，6個月3.35厘，12個月3.1厘嘅。咁美金咧就係不論新舊資金啊，咁啊3000至到25000咧，3個月2厘，6個月1.7厘，12個月1.6厘。咁啊65000蚊以上咧，3個月有4.3厘，6個月4厘，12個月3.9厘啊。跟住最後我哋睇一睇個大新啊，咁啊港幣嘅定存咧就係20萬至到100萬以下，3個月3.1厘啊，6個月2.8厘，12個月2.6厘嘅。好啦，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，以上所分享純粹教育娛樂用途，不構成任何嘅建議。好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